我们生命的主，掌管天地万物的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时常感到自己缺乏智慧，就像我们在你创造的天地之间，也时常感觉到自己并不明白你许多的作为。但我们亲爱的父，恳求你，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赏赐给我们有敬畏你的智慧，能够等候你，聆听你，顺服你，因为这样子你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能够被你差遣使用的人。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受差遣的约瑟。那为什么会说约瑟是受差遣呢？因为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约瑟的故事是有了解的，我们就会知道他的生命中其实是经历过许多的压迫和苦难。那题目应该叫做受压迫的约瑟啊，那为什么会说成是受差遣的约瑟？其实就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7、8节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约瑟他发现他自己原来是被神差来到这一个一个的地方的，而不是苦难逼迫他到这一个一个的地方的。所以这种视角的转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害者，还是我们其实是受差遣进入到这样的处境中，要去看见上帝的心意？这个是极两难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极深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创世纪第45章，我们就试图要来回应这样子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创世纪45章是约瑟他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对约瑟的故事还没有很熟悉，我在这里简短的也为各位复习一下。所以怎么说呢？一开始约瑟他小时候在他的家里面，因为他的爸爸偏心，所以对他过度的宠爱，而导致他遭到他10个哥哥的嫉妒。在第37章的时候，经文记载着说，他的哥哥们根本无法好好的跟他说话。所以当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决定要把他杀了，但是最后没有把他杀成，所以就把他卖了。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一个邪恶还有苦难，是从他自己的家里面出来的。这个家充满了竞争，还有恶意、仇恨。那这10个哥哥回家之后，他骗他们的爸爸，骗说约瑟已经那个只剩那个沾血的彩衣嘛。他爸爸竟然没有发现他的儿子们说谎，就这样被骗了10几年。我们家里面如果爸爸被孩子骗了10几年，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小孩子全都骗你，骗我们的父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约瑟从这样的家被卖走之后，他被卖到埃及的一位侍卫长的家，叫做波提乏，他的家来侍奉。那在这个家里面呢，经文里面很明显的写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个家里面呢，他却又被这个官长的太太陷害入狱。所以好像在他的生命在当奴隶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奴隶是一个非常没有人类尊严的一个角色，他有点像牲畜一样，就是主人要虐待你，要杀你，要对你怎么样都行。所以约瑟他在那样子的一种被非人道的这样子的对待之下，这样子挣扎求生存到他可以管理这个官员的一个家，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他快要平步青云安全的时候，却被送进了监狱，而且是被陷害的，他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的生命中又遭遇到了另外一种非常邪恶的一种对待。好，第3站，当他的生命进到监狱之后，同样的经文也说耶和华向他施恩。那向他施恩之后呢，我们也都可以了解约瑟在监狱里面，其实慢慢的也被监狱里的官员重用，来协助管理这个寓所。但是呢，
当他在管理这个皇宫的这个监狱的时候，有官员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2个官员做了梦，请约瑟来解梦。那约瑟帮他们解完之后说啊，你们出狱之后可不可以帮我？我是无辜的，帮我这样子。结果出去之后，这些官员却把他忘了。他这样尽心侍奉这2位，然后用自己的恩赐去侍奉他们，但是这些人把他忘了。直到又过了2年，法老竟然出现了难解的梦，所以这个时候约瑟才有机会为法老解梦献策。那解梦献策的时候呢，这个埃及的这个大王的法老王才发现说，这个年轻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才把他提拔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来管理这些谷仓或是收成的事务。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终于从层层的苦难还有邪恶中脱颖而出，成为倾权一时的宰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却又进入了荒年的时期。荒年的时期，这个时候埃及虽然有储备粮食，但是他却面对到他生命的历史中极痛苦的一段历史，就是他的哥哥们过去把他卖了的，因为他们的家没有粮食了，却要来找约瑟来买粮。哇！然后我们从45章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部分了，就是45章，约瑟他竟然可以讲出和解原谅的话，就像我们在经文中所读到的。那我不知道各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怎么样想这件事情。我们或许会赞赏说，约瑟有这么了不起的品格，他的人格真的是很了不起。也有可能我们会想彼此鼓励、激励，说我们学习约瑟在苦难中能够被磨练，能够对上帝顺服。但是当我自己这一周在预备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到底约瑟他怎么会有这种力量？一个17岁被卖的男孩，他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去抵抗他遇上的邪恶，还有苦难，还有背叛？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7节到第8节，那里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开始。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第8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我们发现这2句话就很清楚地呈现了约瑟他有一种很奇怪的眼光，他有一种眼光或是一种很奇特的智慧，就是他可以看出在他常年忍受的背叛、邪恶、苦难中，上帝有好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当中其实会不会更多人是在苦难、邪恶的环境中，反而再也没有办法相信上帝而离开了神？特别是这个年轻的17岁的孩子，他是被他自己的哥哥们背叛，是这么深的一个伤痛。所以就连我自己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也为那个时候被兄长们卖的约瑟感到非常的心疼。我想说，虽然他17岁，虽然他的性格有不成熟的地方，虽然他在他的父家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表现，惹人厌，可是这些惹人厌的部分会强烈到他应该要被杀、被卖，这样子对一个17岁的男生公平吗？公平吗？上帝怎么对这个男生这么残忍？而且在早期，约瑟他刚被卖的他在解梦的初期呢，他越是顺着上帝的心意解梦，发挥他这个解梦的恩赐，结果带来的结果却是他的哥哥们或爸爸们听得很古怪或很生气，或是甚至他在监狱里面解这个梦，结果他的结果是被忘记了。他这个恩赐就被当成一个工具，或是一个带来不祥的一个能力。对，那我们看作他一直把这东西当作是神给他的礼物，但这东西并没有为他那么快的带来好处。为什么这段时间他还有办法紧紧抓住信仰？他
他怎么不会想说他这个能力是一个很诡异的能力啊，或什么的？怎么有办法这样？所以什么原因？约瑟在不公义的处境中没有堕落，没有失去良心，没有成为一个愤怒绝望，而且同样以暴力邪恶来伤害别人的人，却反而有种奇特的生命的韧性。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他成为能够赞美神，而且给仇敌极大恩惠的人。我想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一定也都认识一些朋友，或是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因着生命中遇上了难以了解的苦难，而没有办法再信靠上帝，甚至我们自己就在经历这样子的考验。我们甚至自己可能就已经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在承受着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再忍耐的痛苦，使我们与上帝有了距离，甚至对信仰有了极深的疑问。甚至有可能有人已经离开教会，因为他看到那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那对非信徒更不用说了。当他们的生命中的苦难很深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对怪不了谁的时候，就怪天嘛。有那种从小家庭离婚的、家庭不幸福的、发生意外而失去了父母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当有人他可能会来问我说：“雅茹，你说有上帝，那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为什么他要让人类承受这样子一生的苦难？”当这些人对生命极深的痛苦提出这样子的疑问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只会想问：约瑟啊，你怎么经历这些种种的邪恶的事情，还能够确信上帝保护你，他保护你的生命，而且你在这个环境中还保有你的信仰？什么原因在这么差的环境中，约瑟还选择相信，还选择坚持良善，选择付出，选择原谅？明明他可能置身在极大的痛苦中，而且你看，我们看到他是从卑微的位置爬上来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上帝不帮我，我靠自己。约瑟他为什么没有觉得说，我靠自己，我今天走到我这个位置啊，天运不帮我，可是我可以自己当上宰相？他不是这样的人哎，真的很奇怪哎。但是我们身边常常会有这样的人啊，天不帮他，我帮我自己。那他这种信靠或是不以自己为大的力量是哪来的？当我在预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是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然后我看到有一位心理医师，他分享了他写的书。他这位心理医师，他叫做史考特派克。他在一本书叫《心灵地图》里面，他分享他常年做一个心理医师的历程。然后在最后一章，他写到了他做心理医生一个很不解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发展下，就是他的很多个案或患者，在同样条件的发展下，生存环境或是什么生命中可能遭遇到类似的生命故事，有的人会自杀，有的人却没有自杀。有的患者在很糟糕的环境中，隔代教养，然后又导致残障，可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却有很强壮的生命力，竟然还谋得有老婆，然后有什么的，然后支撑他生命。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能够度过生命的难关？但是有的时候，他有些患者，乍看之下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更多的财力，有更多的爱在他的身边，可是却反而久久无法从身心疾患中痊愈。所以最后这位医生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写说，这些人的苦难有的时候让人很难以经历，很难以理解，但是这些人的苦难中也有一种保护是难以言喻的，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他说，在他这样子当心理医生常年下来的一个经验是，他常常发现他的患者们有的时候会经历到被治愈，是一种好像体验到一种神迹式的一种际遇或恩典。就比方说，他也曾经常年接触一个状态一直没有办法改善的一个女子。
他们这样子每周或是跟他这样子诊疗，他可以知道他生命的故事，或是他的症状的起因或脉络。可是什么时候这个患者他能够有痊愈的力量恢复过来，他却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直到有一次，这位女患者她竟然偶然想到她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梦之后她就跟这个医生分享，没想到这个梦分享，竟然这个梦成了这个患者治愈的一个关键。还有更多这样的事情，他书里面还写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写到心理学大师荣格，他有一次也是在和一个女患者互动，那这个女患者也是长期的没有办法有长足的进展，就好像卡关了。结果有一天，这个女患者她就在跟这个在跟荣格聊这个她自己梦到的一个东西，也是梦到一个东西，她就说她梦到一只金龟子，结果没想到那个时候窗户外面就真的她梦到那个什么埃及的那个金龟，那个叫什么圣甲虫，对，她梦里出现一只圣甲虫，结果没想到就一只金龟子刚好停在荣格身后的那个窗户上啊，然后荣格就看到，哎呀，这不就是圣甲虫吗？然后就拿到他的女病患面前，然后就好像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巧合，竟然那个时候他的患者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好像有时候是一种很奇妙的微妙的恩典，我们也说不上那是什么，可是就是这样。所以当我现在回到这位医生他的职业生涯，他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病人，然后他开始发现这种好像微妙的这种神恩的几率，其实发生的几率并不少，所以他开始去观察这种很微妙的事情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这么多的微妙的、平凡的、冥冥之中的机会，突如其来就能让人获得生命中的恩典。只是当我们平常或许执着在自己的困境或是自己的脉络时，无意中就错失了一些机会。然后甚至这位心理医师他说，他有了这种眼光之后，他也用这个东西开始回想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开始想到他小时候的一些经验。他说他忽然想到，其实他也经历过这种很微妙的说不上来的事情。他说他小时候9岁，有一次放学后，然后就滑倒之后刚好有一辆车开过来，差点就要碾过他的头，他的身体就整个滑倒，然后在车子的那个底盘下面了，然后头就在轮胎的旁边。哇，好危险哦！可是他毫发无伤，然后小朋友就赶快爬起来嘛，很紧张，然后拍一拍，然后就跑走了。然后这种事情他就好像就还好，很幸运，然后就没有记得了。可是他事后就想起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好像被保护的事情。那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自己生命中有一些这种很奇怪的危险或是平安。我自己就想到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曾经午休的时候，有一次午休我不想午休，就跟几个同学跑到我们高中的顶楼，在那边聊天，在那边玩。然后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就从这个像有一个那个高楼的那个角，我就这样跳，从这边跳到这边，结果我同学吓死，因为差一点我就会掉下去，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还好，就有稳住，然后就这样跳，然后走回来这样。我后来才想起来，其实我差一点坠楼对，我就不会在这边了。那所以这种事情谁会记得？就把它当作还好。我活着，就不想太多了。所以就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些小小的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开始发现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千钧一发的细节，好像还真的有一些保护我们的力量，还真的让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太凄惨的事情。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生活中许许多多细微的不舒服、不公平、苦难或是邪恶归于神，那我们生活中受到这些难以言喻的保护，是不是也可以归荣耀于神？如果不公平的事，想怪上帝，但是这些运气好的事情，我们就这样忘了或不加思索，
那只不过是证明了我们的思想是有许多的偏狭，我们只愿意看让我们很痛苦的事情。那这些很奇怪的，我们难以言喻的保护，我们不去想，那只证明了我们的思想是懒惰，而且不愿意去拓展我们的眼目来观看上帝的一些很奇怪的作为。对，所以不愿意承认上帝在许多危险处境的保护，这样子的心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原因让我们更容易执着在痛苦中，而不是去深思很奇怪的这些很微妙的细节？所以难以了解的苦难，人或许会责怪上帝。那这些很微小神迹式的保护，是否我们也可以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当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回头来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更清楚了。没错，乍看之下，约瑟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邪恶，几乎可以把一个人摧毁。但是经文中，他一直提醒我们另外一种世界观，就是在每个恶劣的环境中，上帝都与约瑟同在，使他事事顺利。他真的事事顺利吗？一定每天很多挑战啊，每天在惶恐中这样成长。但是他说他还顺利。所以我们如果从39章之后看到41章，我们会看到在讲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经文中大篇幅的提到约瑟在生活中冥冥之中受到的神的保护。他不是说约瑟因为多聪明，所以他就高升了然后他办事能力多么的好，然后他多么的有行政头脑之类的。他只是说上帝让他有解梦的机会，上帝让他受保守，还有上帝给了他很多很多的机运。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冲刺在39和41章的，就是约瑟和上帝互动的那种提到名字的比例反而是差不多的。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约瑟故事里面看到，其实或许从约瑟故事里面，我们更深的可以去注意到神在苦难环境中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连约瑟他自己面对这些邪恶或苦难的态度，他也从来没有很轻易的来评论自己的好运或是不好的运气。他只是在每个很奇怪艰难的环境中来尽他的责任。而且如果有人做梦了要给他解，我们没有看到他去评估说我之前解梦超失败的，还害我被怎样。他不会想说我这次解梦会不会上帝要害我，还是说我这次解梦我会成功？他没有去算这个，他只是在每次解梦的时候都说梦境都是出于神的，那他就去解。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经文的今天45章这段经文，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能够说出这一种很深刻的在上帝面前的一种体会，一种告白。他告白说他不是受迫害的，他是被神差来的。这样子的说辞要面对生命中多大的挣扎，但是他选择接受这样的观点。当上帝把这群伤害他的人，或许他们现在已经跟10几年前不一样了，带到约瑟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45章之前，约瑟跟哥哥们相处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反复不定的，一下子把人家关起来，一下子又放几个出去，然后一下子跟人家吃饭，然后后来又把东西放在那边栽一张，然后又关回来，就周旋了很久，然后又不判他们刑，然后也不会派人去追踪，或是也没有直接把弟弟绑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奇怪，我们有时候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从这样的过程里面，我相信约瑟是很难分析说他遭遇现在是好是坏的。但最后，上帝让哥哥们一次次的在他面前求情的时候，约瑟他无法面对的那种痛苦，或是他在哥哥们面前的伪装停止了，然后他放声大哭。其实我在这边看约瑟为什么放声大哭，我觉得很奥妙。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哭哪一个点，他的人生有太多地方可以哭了。我不知道他是哭他自己这么常年的被遗弃，或是说他哭的同时也接受了哥哥们的转变为他带来的一种释放。所以今天
在约瑟这段大和解的经文里面，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省思，就是如果我们被卡在苦难中，这种受难者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被邪恶压迫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那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圣灵也要借着今天的经文赏赐给我们一种眼界，就是那我们难以言喻的恩典，也常常在邪恶中工作的这样的眼界。这份恩典在世界中许多的苦难和邪恶中，仍然护持着众多的生命。我们无法全然理解这些小小的神迹式的恩典，有的甚至是很大的。正如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些无意义的邪恶，我们只能谦卑的在造物主面前说，求他照他的时间使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意义。求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位能够承受、能够接受这些美好的护持的人，乐意承认说，我们的父在诸多的苦难中，我们不明白，但是在诸多的祝福中，我们也同样觉得讶异。而主在他所造的世界中，他没有遗弃过他的孩子，他与约瑟这样的孩子同行，他也必与我们现在渴望寻见他的人同行。我们为着这样的事情，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的时候在苦难，或是人生遇到的一些背叛或邪恶的事情，或是死亡带给我们的威胁、痛苦或恐惧中，我们没有办法来看见你施舍给我们的那同样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恩惠。亲爱的父，我们当中可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正处于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之中，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我们在这里恳求你，就如同你保护约瑟一样，让我们也看到我们无法言述的那样子的奇迹般的恩典。亲爱的父，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被痛苦、罪恶蒙蔽的眼目，没有办法看见你在保护我们的生命。亲爱的父，医治我们，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眼目偏狭的这样子的罪，也求你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眼目明亮，能够明白你的救赎是大的，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大的，你必要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永永远远。而当我们因着每日的苦难来向你哭诉埋怨的时候，亲爱的圣灵，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有力量因着每日的生命之恩来开始向你献上感谢。亲爱的父，愿你成为我们苦难中的喜乐，也在我们的喜乐里面赐给我们那更深更长久的盼望。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